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因为东北季风到位，北部会变较清冷，安尼会寒到差不多初3，各地才会回温。也若交通的方面，今仔日高速公路还算好走，不过为明仔载初1开始，可能会出现回乡甲行村的车阵，建议会当先了解路况，再来出发。 一透早，北部的天气是明显转凉，民众去公园散步嘛，都爱穿厚的外衫。2月16、29暝，东北季风一步一步落南，后半江北部到东部的天气，大相对多云转乌阴天，温度嘛降。初1、初2这期间，台湾一整天都是比较偏凉的。整体水汽比较多的话，是在明天初1的时候，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雨，特别是在桃园以北、宜兰花莲，可能会有比较长时间，就是持续性的降雨。 对29暝中昼过后开始，东北季风到啊，北部东半部云量增加，出现小可短暂雨。初1的水汽搁再增加，中部的山区有可能出现小可落雨，一直到初2水汽减少，天气才慢慢回温。另外温度的部分嘛同款，初1、初2影响较大，北部上悬温18度左右，低温差不多是14到16度。初3东北季风减弱，北部的高温回升到20度，但暗时的低温维持15度。 另在高速公路路况的部分，到16下晡1点，国道全线的交通量到38.88万车公里，高公局预估规天的交通量会到92万车公里。对17、初1开始有可能出现早春的车潮。北部地区首先要注意国1南向的杨梅至头份，以及国3南向的中和至关西，车流预计会集中在早上8点至下午的5点。另外，国5南向的部分，预计早上6点开始会有出现车流的部分。高公局提醒讲，包括国1油梅到新店、中华系统到保盐系统、国3土城到关西、快关到雾峰、国5南港系统到头城、国10鼎金系统到燕巢系统等等，拢是重点会踏的路段。建议大家尽量莫伫个尖峰时段出发，省家己宝贵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